喺1945年日軍投降之後，南煙通貨倉碼頭嘅海面仲見到有沉船，直至到70年代，南煙通嘅輪船公司貨倉仍然屹立喺尖沙咀。71年，新世界嘅同叔以1.3億元購入南煙通貨倉碼頭，並且用咗10年嘅時間將佢改建為新世界中心等等嘅地標式建築物。1977年嘅新世界中心已經見到個雛形，1994年喺高空望落嚟嘅新世界中心，一切都幾咁美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去尖沙咀 K11 繆斯走一轉。我哋今日唔係行商場，唔係鋪頭睇嘢食嘢，而係想同大家玩一個尋寶遊戲。根據 K11 嘅網頁所講，佢哋話透過 K11 繆斯展出嘅藝術品，我哋唔只期望呈現出來自世界各地嘅藝術創作，而且係積極參與其中，勾畫出對於全球文化嘅一種縱觀，符合當下社會嘅脈絡，而有不斷演化嘅嶄新理解。咁我哋就一齊根據佢哋嘅網站去發掘佢哋展出嘅藝術品啦。拍攝嘅日期係2025年6月25號同埋8月29號，分開2次拍。為咗拍呢段片，我總共行咗2萬步，拍出嚟嘅片未經剪輯之前係有4個鐘頭長，剪輯同埋後期嘅製作亦都花咗4個月嘅時間，當中當然係包括咗我喺呢段時間有其他工作要做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特登由 E 出口行出地面，因為經地面行過去 K11 會拍到一啲 K11 地面嘅擺設。天氣非常之好啊！拍攝當日係星期5，街上面會比較多人，時間係早上10點鐘。呢個係條街最好行嘅時間，因為只有少部分嘅外來物種已經起咗身，而呢個時間喺街上面出現嘅多數都係準備開工嘅職員。再晏啲，你想靜靜地喺條街度行下都難，免得個都唔會出嚟尖沙咀行街。可以見到半島酒店嘅鋪頭都未開門。哇，個天真係好靚。沿住彌敦道行入梳利士巴利道，已經見到太空館同埋麗晶酒店。條街真係好舒服，冇啲外來物種喺度撞來撞去，踎喺路中心大聲講嘢，阻住條路，真係好舒服。喺呢條片裏面，我會將 K11 網站介紹場館內外嘅藝術設施所提供嘅圖片貼喺條片裏面，所以呢條片你哋唔好淨係聽啊，要睇埋個畫面㗎。遠處我哋可以見到太空館同埋文化中心，仲有麗晶酒店。眼前嘅一座玻璃屋，根據 K11 嘅網站介紹呢，佢應該係東甩 Playhouse 嘅入口。玻璃屋裏面曾經有個好大嘅公仔，揸住個望遠鏡，同埋有一座3層樓高嘅瀡滑梯，而成為一個地標。不過東甩 Playhouse 已經喺6月初結束咗營業，取而代之，玻璃屋就變成 Legoland 嘅入口啦。嚟到 K11 嘅大門口咁廣闊嘅地方，當然係要放下無人機啦。拍攝當日係打緊1號風球，所以你哋會聽到好大嘅風聲。玩無人機之餘，我哋亦都會順道去拍攝一啲根據 K11 網站所提示嘅建築設計。咁我哋將 K11 所標示嘅建築設計名稱貼咗喺畫面上面，我就唔會再重複讀出佢哋嘅名啦。真係眼花繚亂啊！睇完右邊一個，又睇左邊一個建築設計。時間都仲係早，好多鋪頭都未開門，嗰啲外來物種就一早走嚟 K11 嘅大門口，揾啲稍為突出嘅地方，就一個屁股坐落去。好彩大把位坐，如果唔係踎晒喺度嗰陣時呢，就瀨氣啦。
大家留意下畫面嘅左手邊，有一道圓形嘅圍欄，圍住一條來往地面同 B1 樓層嘅樓梯。稍後我會再根據 K11 網站提供嘅資料介紹下呢條樓梯。好啦，無人機兜過咗門口3個建築設計之後，我哋穿過大門飛入商場啦。大家記得要睇住個畫面啦，唔好走漏眼一啲 K11 網站所講嘅藝術品啊。好啦，無人機穿過商場嚟到星光大道呢一段，就留返我哋行完商場之後再睇啦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轉個頭，我哋嚟到 B3嘅樓層，呢層主要都係停車場，冇乜好睇嘅。嚟呢層嘅目的就係因為想揾嗰件藝術品黃浩然嘅無題招牌括號旺角，但係好可惜，都係失敗。